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鞭。鞭就是一款皮做长形、软软的家私，用来训练驾驶精神啊，嘛会当当做武器。古早老师用来驾驶学生的家私，就是教鞭。另外，动物重要的部位嘛，讲是鞭，像讲鹿鞭、虎鞭。这里的鼻音读做边，照用字读做咪，像讲念咪，咱定来讲念咪念咪，就是用这里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词就是拄则讲到念咪，这就是即时、马上、随时、随安怎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马鞭，就是赶马用的鞭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歌戏演到四平贵甲王宝钏的故事，四平贵身骑白马走三关，快马加鞭，用马鞭来赶马，登去到中原，念咪搁爱赶登去西凉，才袂互人发觉。上尾一家口真无简单，才团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鞭，这是文音，另外鼻音读做边，啊那照用字读做咪，念咪的咪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